徛伫柜台边，顺势也伫门口甲家长讲话。南投草屯一间补习班负责人校长的老师，去年遭到检举，27年前捌性侵未成年学生施小者。经过南投县府调查事实，而且将声明担任教职人员。毋过为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，至少7摆被看到伊原伫补习班出入，互施小者是完全无法度接受。非常的气怒，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说，请这个老师不要再任教了。今天很有勇气的站出来，就是为了说他应该没有这个资格再当老师了。伫补习班门口各打禁止性骚扰工具，施小者表示，家己45岁，国二升国3的时阵，到补习班上课遭到性侵。就MeToo事件启发，决定公开伊恶行。毋过因为超过法律追溯期，校长老师得到无起诉，毋过无希望有更较侪人受害。人本基金会表示，补习班负责人已经改做校长老师的太太。真侪学生指出，校长老师伊原伫内底教册，用小班制规避欺诈，呼吁家长爱注意。曾经有问过在那边上课的学生，他说他现在是在教数学，然后强调是资优班成绩好的才可以进他的班级，而且是小班制。他为了要防止南投县的调查，所以呢，他非常的小心。我们的这个稽查人员也不定期的来对该补习班来进行稽查，一旦发现有违法的情事，一定予以严惩。那也依照补教法第9条第9项最高会有25万元的一个罚款。业者还未对外回应。南投县教育处表示，去年2月已经要求校长老师离开教育现场，各将调查结果公布伫补习班无适任人员资料库。今年已经3摆去补习班稽查，无发现上课代志，欢迎各界检举。若查到会严厉处罚，相关会罚25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